大平層、複式住宅、別墅到底應該點樣揀呢？等你終於有能力喺呢3種樓之間作出選擇嗰陣時大部分人嘅思考方式可能都係唔啱嘅。覺得大平層咧就係放大版嘅普通住宅，冇咩稀奇。咁覺得複式住宅咧只係多咗一層，更加氣派，更加有格調。咁覺得別墅咧先係人生嘅終極目標，有錢咧就應該衝。但真相就係呢3棟樓嘅底層邏輯咧係完全唔一樣嘅。佢哋適合嘅人群、匹配嘅生活方式、真實嘅持有成本咧，甚至喺10年後嘅二手樓市場上面嘅命運係天差地別啊！揀錯咗，你使出去嘅幾百萬甚至上千萬，買到嘅咧唔係享受，係漫長嘅將就同資產嘅沉默。今日呢個視頻咧就一條條講清楚。先講第一個啦，就係大平層。好多人覺得大平層冇咩稀奇，只不過係面積大一啲嘅平層。本質上咧仲係住宅同別墅複式比較起身咧，好似差咗啲嘢啊！但你可能冇意識到，大平層咧係呢3種產品入邊綜合優勢最為突出嘅一種，亦都係最唔容易踩雷嘅一種啦。點解呢？因為佢將所有嘅生活功能咧都鋪喺同一個平面上面，你唔使上落樓，客廳、餐廳、睡房、書房全部都喺同一層，咁所有嘅活動空間咧都係平嘅。咁意味住從你入門嘅嗰一刻起咧，所有嘅日常行為咧都唔需要付出額外嘅體力成本。真的嗎？你唔好覺得呢個係個小事啊！住過複式住宅同別墅嘅人呢，最大嘅感受就係呢種樓嘅樓梯咧，喺搬入去前面3個月係風景，3個月之後咧就會變成負擔啊！咁大平層嘅第二個核心優勢就係使用率極高啊，同樣係180平方。咁大平層實際可使用嘅面積咧，幾乎一定係比複式多，因為佢冇樓梯佔用面積，亦都冇挑空浪費面積啊，冇上下層嘅重複配置，每個平方咧你都係實實在在用咗起身啊！但係大平層亦都有個致命嘅陷阱，就係市面上大量嘅所謂大平層咧，其實都係假嘅大平層。咁點樣判斷呢？睇闊面，真正好嘅大平層咧，闊面應該做到12米甚至15米以上。南向闊面咧，全部打開，每個主要房間咧都可以接觸到陽光啊！但係好多開發商依家為咗多買幾戶，將一層咧砌成3戶甚至4戶，咁闊面咧就壓縮到咗8、9米，進深咧就拉伸到15、16米，面積咧的確係180平方啊！但客廳咁，走廊加長咗，睡房咧就好似隧道一樣深，嗰種咧唔係大平層啊，嗰種咧係一種被拉長嘅普通住宅，只不過係面積推咗上去。咁大平層咧就係用錢買效率啊，前提係你買到嘅係真正嘅大平層，而唔係一個掛住大平層綽號嘅大面積普通住宅。我靠，原來是這樣。第二個咧就係複式住宅啊，複式可能係呢3種產品入邊睇住最讓人心動，住入去落差感最大嘅一種啊！你行入樣板間，飄高嘅客廳、精緻嘅樓梯、上下分區嘅空間感咧，的確震撼啊！但你必須冷靜諗一個問題：你日常嘅生活咧，唔係喺樣板間入邊參觀一次啊，係喺呢個空間入邊每日重複10幾次嘅上落樓。複式最大嘅敵人咧就係樓梯，樓梯咧唔單止佔用面積啊，佢仲會將你屋企分成2個世界。咁日頭咧，你喺樓下客廳，手機唔記得喺睡房度，你要上去攞。咁晚黑屋企人喺樓上瞓覺，你喺樓下睇電視，你聽唔到佢嘅任何動靜。咁如果有老人家嚟住咧，上落樓就係每日要面對嘅安全隱患。一個樓梯連同上下個廳，至少要佔用10到15平方米嘅空間。呢個面積咧係你真金白銀買嘅，但係佢只有交通功能，唔可以住人，亦都唔可以放嘢。複式嘅第二個問題咧就係隔音啊。理論上樓上面咧就係休息區，樓下咧就係公共區域，動靜分離。聽起身咧係好完美啊，但現實中挑高嘅客廳咧幾乎係冇隔音嘅功能啊，聲音咧會隨住呢個挑空直接傳上上面，樓下睇電視咧，樓上聽得一清二楚。仲有一種仲慘嘅情況就係，依家好多嘅複式住宅咧嘅層高分配係唔合理嘅，總層高先得個5.2米，拆成上下2層，樓下咧勉強2.7米，樓上咧只剩低2.3米，甚至更低啊！你喺樓上行路咧都會覺得個頭頂住個牆啊！嗰種咧唔係複式住宅啊，嗰種係開發商將1層嘅價格拆成2層嚟賣嘅數字遊戲。咁真正嘅複式住宅係適合啲咩人呢？就係家庭成員多，之間需要明確隔離嘅各自生活空間嘅大家庭，而且每一層咧都需要有獨立嘅衛生間同基本嘅生活功能。上下層咧可以相對獨立運轉。如果你屋企人就住2到4個人，甚至更少，咁複式住宅咧好多空間你係用唔上嘅。但面積嘅錢咧，你一分都冇少俾；物業嘅錢咧，你一樣要俾咁多。複式住宅咧係用你對腳換空間感，你要諗清楚呢個交換值唔值得。第3個要講嘅咧就係別墅啊！別墅係好多人心入邊咧就係高大上，係住宅嘅終極夢想，有天有地有花園呢種咧先叫做生活。呢個向往咧我完全可以理解啊，但我必須潑你一盆冷水。別墅咧唔係住宅嘅終點啊，佢係另外一種完全唔同嘅生活方式嘅起點。你願唔願意過嗰種生活，係你刷卡買單之前必須諗清楚嘅事情。
別墅嘅第一個真相咧就係持有成本極高啊！呢個成本咧唔單止係物業費同埋稅費，更大嘅咧係維護成本同埋時間成本。咁屋頂漏水你要為人整，花園嘅綠化你要維護或者係請人嚟打理，外牆咧要清洗，地下室咧要防潮，水箱、淨水等設備咧要定期維護啊！你住公寓住宅咧有物業幫你搞掂呢啲嘢，你住別墅咧好多事情你只可以自己擔心，或者係使錢請人哋幫你擔心。別墅咧唔係住咗入去就係乜嘢事情都冇啊！佢更加似係你養咗一個需要持續餵養嘅資產。第二個真相就係別墅嘅動靜分散啊，3層加地下室，你嘅生活空間咧分佈喺4個樓層啊，煮飯喺1樓，瞓覺喺2樓，屋企人咧就喺3樓。KTV 房、健身房咧就喺負1樓，你一日喺樓梯上面用嘅時間同體力咧遠超你嘅想象啊！好多別墅嘅業主咧住咗3-5年之後咧，3樓咧基本變成呢個儲物空間，咁地下室咧1年都去唔到幾次，你使咗大價錢買嘅面積咧，日常生活中咧真正用得到嘅可能仲唔到一半。第三個真相就係流動性啊！別墅喺二手市場入邊嘅流動性咧係呢3種產品入邊最差嘅，沒有之一。咁總價高、客群窄、抉擇周期長啊！交易稅費重，當有一日你想買嗰陣時啊，你會發現想接手嘅人咧遠比你想象中嘅少啊。同一個板塊嘅大平層咧，可能3個月就成交，咁別墅掛1年半載咧都揾唔到買家係好正常嘅事啊。咁別墅咧係適合啲咩人咧？就係家庭成員多，有穩定嘅生活節奏，有精力同埋有意願去經營一個家嘅人。注意咧係經營啊，唔係居住。咁別墅咧係需要你經營嘅，買得起同住得起咧係兩回事啊。咁住得起同住得舒服咧又係兩回事。講完以上呢3種產品，我想講最關鍵嘅一點啊，就係揀大平層、複式住宅定係別墅。核心咧唔係睇你嘅預算可以買邊度，係睇你嘅生活方式適合邊一個。你如果係每日忙碌，返到屋企只想好好休息同埋陪伴屋企人嘅話咧，咁大平層就係你最優嘅抉擇。所有功能咧一層搞掂，省時省心省力，將精力咧用喺生活上面，而唔係用喺層樓上面。咁如果你屋企邊係3代同堂，想喺埋一齊，又要各自有獨立空間嘅大家庭，功能完善，咁層高合理嘅複式住宅咧，可能更加適合你啊！佢用物理空間咧，幫你解決咗家庭關係入邊最微妙嘅距離問題。如果你係生活節奏已經徹底從容放咗落嚟，真心享受呢個庭院花草生活，願意使時間打理一個家嘅人，咁別墅咧可能係你嘅歸宿啊！但係你要做好從住戶變成管家嘅準備。最驚嘅係咩呢？係你每日加班到深夜，為咗一個面子，為咗個名譽，買咗一棟別墅，花園嘅植物咧半年都冇人理，咁地下室搬咗入去之後咧就冇落去過，3樓咧就變成雜物房。每日返到又大又空嘅別墅入邊咧，只用咗一間睡房同半間客廳。咁你使出去嘅錢咧，買嘅咧唔係生活品質，而係一座需要你服侍嘅建築。呢個道理咧，唔單止係揀呢3種產品要諗清楚啊！你人生中嘅所有重大決定咧，都係同一個邏輯啊！唔係越貴就係越好，亦都唔係人哋羨慕嘅就係啱嘅，係你要諗清楚，知道自己想過嘅係咩日子，然後揾到同嗰種日子嚴密相逢嘅選擇啊！錢可以買到面積，但係咧係買唔到適配啊！你揀嘅咧唔係一種房嘅戶型啊，係未來10年你到底想過嘅係咩生活？你而家住緊嘅係大平層定係複式住宅？定係別墅呢？你而家係咪每日喺度爬樓梯，定係喺度經常打理個花園呢？歡迎打喺評論區啊！我哋傾一傾。咁我係朱毅嘅 Jack啊，拒絕套路，只講真話。下期見。